各位街坊老友，我係金灣漁養院黃生。今日我為大家介紹一下位於粵港澳大灣區嘅珠海金灣漁養院。要知道一個安全、舒適、溫馨嘅環境，對於長者嚟講真係好緊要。為咗貼合長者嘅唔同需求，我哋設立咗套間、單人間、雙人間。依家我哋嚟到咗香港長者選擇最多嘅房型，精緻嘅單人間。盡顯專業式老化設計，家具細節以適應長者嘅習慣進行設計，柔和嘅圓角處理，保護長者不被直角磕碰。旁邊設置可插裝式嘅扶手，切換自如，裝嘅時候可以幫助長者借力起身。內設置緊急呼叫按鈕，分佈喺床頭、房間過道、洗手間，長者遇到緊急情況，觸手可及即可尋求幫助。每間房間有獨立衛生間，地磚防滑、防水、乾濕分離嘅設計，保障長者嘅安全。貼身嘅式老化設計，做足晒功夫㗎。式老化扶手可在魚翅、沖涼，幫助長者借力。冬天有暖風浴霸，沖涼嘅時候暖粒粒，再也不怕彈彈震。每個房間仲有獨立朝陽陽台。哇！呢度嘅陽台都係好大嘅，並且採光好充足㗎。長者仲可以坐喺窗邊曬曬太陽，玩玩遊戲，感受下大自然嘅氣息，真係好舒服啊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